小记讲了好。这间宫庙太无人啊，奇怪。好，哎呦，哦，咱人啊，在这世间生活呢，难免会拄到一寡不如意的代志，辛苦病痛等等哦。人咧讲，也着人，也着神，除啊人，还有这主见以外呢，另外呐，请教神明会使甲你指点迷津，开始你一条明路通行，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业行行各项拢顺遂，感恩。啊，人摕鞋起，发气啦，发气，哦，算。哎呀，拄则听到有人咧哭嘶啊，迄时啊阁无成。遐济。这个人看起来面色啊面色呢，有。电视，你毋是较早迄个星星食甜心，星星甜五心，迄个冬青。对啊。安尼今仔日来主要要请教的是，我就是听别人讲啦吼，这大鼻公，啊不是大鼻公，是阮的书是讲的无唔对，叫阮的名叫做大鼻公啦，大鼻公。对。大鼻公内底主神叫做大鼻公，大鼻公。好啦，真的公，吼，足灵的。啊，我想要来，是足灵的，是足灵的，足灵型的。啊，我想要来，看卖一个我的，你的意思是讲运动吼？啊，运动，我的运动有较好无？安尼啦。哦，最近毋是迄个要过迄个啊对，我要娶某啊。头一摆，毋是第三摆。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只娶3摆，这算无简单的代志。无简单啦，嘛是一种能力啊。啊，我第三摆我一定是上后一摆啊。我就是我。好啦，看你像有诚意来到本宫啦吼。本宫就特别为你开坛，伊拄啊向迄个考试啊，阮就听到噗就甲咱火车来咧哦。来，万事三宝桥路。我出，还出，哈，也袂办事正经咧，先甲你讲一下阮这规矩啦吼。好。爱先迄落。先迄天呐，红包啊，包哦。歹势。红包。有道啊。叫你提心杠杠。今日这位信徒，你做囡仔，本身就看你演电视演甲大汉。今日为何事而来呢？我进前啊，我的店啊，拢倒了啊啦，足可怜呢。啊，我想要改一下运动，改运动啦，敢好？看你成绩分钟，太我屈指一算，哎呀！今天这代志可能较严重些怪，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替你排解才有法度。什么方法？来，伊啊个啊，互伊遐坐。好，来，歹势哈，请起来一个哈，我来刷一个位的哈。来，请。先嘛，我若甲你跌落去了，你就会困的。华语叫做催眠。催眠，困去。你对你进入另外一个境界。啊，你即嘛有感觉？心肝伫咧疼无？心肝，敢若无呢？你想看卖啊？对，你店拢倒了呢，你拢无钱，你欠足侪钱的呢？你安尼袂心疼吗？你感觉者敢有？我的店拢倒了。倒啊，足可怜的呢。300万无啊！我心足疼的，足疼的。哇，大明星你看，有啊，吼。有听。啊，
啊，你有啥物心疼，你勇敢讲出来哈。讲来讲。我的念拢倒了去啊啦，我的心就痛啦。那会听会爱还佫有救嘅，就不要紧啊！你即马有看你的精神无？风采精神已经化境出来，你的精神就是一个爱食榴莲的人。有一回食榴莲，结果被榴莲隔离脑来一命乌虎爱在。这代志就将精神迄喙、迄口气，揢伫遐口气给吞落去，伊才有讲你将你运势打开。来啊！来，物件传落去。好，来传落。安尼哦，一人切一喙安尼。哦，这味就小臭。啊，你要吃过，吃较袂疼啦。真系行过，对啦。来，乖乖，好一嘴。哦，一喙。哦，好。我开始袂疼哦。是袂听。用好无够啦，这较过来，来啦，跟一嘴啦，跟一嘴啦，最后一嘴。加一嘴。哎呦！好，吞落，精神。啊，你有感觉精神加正好，身体加正爽快无？有无？无爽快。我的嘴就臭。不要紧，经过安尼甲你。鼻腔就臭。袂迄种不要紧，暂时的尔，臭等于水洗洗就好啊。对。经过安尼甲你改了，你的将来运势就一定开咯。以后若问题接过来。再过来啦哈！再过来哦！后摆结婚后阁有问题阁来哈！后摆袂结婚啦，就这摆尔，我就抓哦。谢谢。签名架。哎，我靠，感觉有信徒给哇，阁有一位哦，稍等一下，我去请。这边请坐。啊，请坐。大鼻涕，溜。哎呦，社会是姑姑摸摸。对啊，这个还做明显的呢。较早的囡仔时代唱歌夹甘蔗，客甘蔗当白家的丰顺给甘蔗。哎呀，是啊。有面个工人本宫呢？啊，不过这个大片情吼，人讲哦，这个无事不定三宝殿啦。说得好。啊，今是专讲一件代志哦，要向你请教。请说。哎呦，我最近哦，唱是厝内底西徛哦，唔知什么缘故吼，啊，拢拍无去啦。啊，我第一想讲，是装潢的问题，还是风水的问题？啊，到底是外侧还是内侧吼？我想要请哦大片情来甲解释看，基本来无伊安尼啦。了解。你这个这款问题啊，定定拢有人拄着。啊，是。可是厝内面唱西甲唱伫下内底，唱伫烫手顶管，对，无去啦。规矩甲讲一下。歹势吼，甲恁讲一下，阮等即摆食吼先结缘啦。哦，我有准备。来，拜托，歹势哈，拜托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啊，这请大皮钱哦，甲方便啊解解。就是你问题我屈指一算，哎呀，这代志非常之严重。哦，这个该做一个仪式，你知我都通过这个关。我今晚来给你贴字。好。来，文房四宝书好。是。好，准备。来，这先夹，这先摕咧。你今晚夹咧？唔是夹呢，是拄去涂骹的。拄的哦。对，涂骹拍落。40年了后，我去这个文房四宝边啊，将你名写在顶关，我都将你贴字啦。哦。开始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来，这咁字，我真系讲咧。来出来，现在看得顺利。啊，是。哦，顺利啊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川字。是。这个川字啊，可比是流水一去不回头啦。哦。川水又个代表钱财意思。哦。你的钱财安怎藏，总是叫人摕走去。
唱较大机卖无去啦。哦，另外边仔这个业字，国华语读做业，嘛使解释成业种的业。所以这是你本身顶世来带来的业障，所以你的钱会如流水迄一般流去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。你个人问题出伫这个结字，虽然讲这钱一直其实因为这结字啦，书下一个口字，是，咱人啊好将胃口出啦，所有物件拢是胃嘴来的。你呢？我来有了无唔着，真少年你就成名咯。但是为着要自己要好看，要别人留下印象，所以你感觉你外表想要装作比别人较好看，搁较青呀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家己一支嘴一直转，到处讲我外面拄外面，有影无？诶，大叔你安尼讲，我敢若小看有影咧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咱这吼，做艺人都不得已的。有当时出去吼，场面也好看。哦，啊，你看，你看这件衫，这件限量的呢，这件就2-3万啊呢。哦，啊，你这件，今天3、2、3万。啊，我这双的啊，2支送你，潘啊。啊，我这双的啊，叫朋友对美国炸转来，这嘛要3-5万的呢。所以你个看，伊拄只迄包有是偌济？多少800块，你规身躯穿个名牌了，这2-3万，迄5-6万，你大家较早包800。不是啊，你吼把它改，我只要钱啊吹着吼，我就包一包足大包给你啊。好，凭你一句话，这代志简单。你有揸手机哦？手机啊，有手机互我。手机互你。听。喂，水妹哦。啊！原来我的钱是甲客哦。好啦，我连刚欠的，啦。好，安尼我知。哎呀，代志就解决了嘛，钱无叫拍无是你某甲你收起来啦。是啦，但你的个性爱改。明明咱就无遐一生，也是讲咱无遐，咱莫做人唔能遐悬调，爱低调。你安尼无来无去穿个偌济穿个衫，偌济穿鞋啊，四界咧听电拢话讲，我的人安尼足有体面的。哦，你爱臭屁讲我就是下叫，你这款人，你叫做破面摊浸水鹅。来，个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你是要去倒啦？来，要解决你的问题真简单，电话给我。电话？听。恁某教紧。喂？啊？嘿啦，对。我拢未讲个咧。唔系我知影。再电话来。所以钱无拍无去嘛，钱是恁某甲你摕。对嘛。你平常时啊，咱若无趁咱一，咱就莫假讲咱真有。吼，讲话莫夸口，莫讲我足体面的，我穿衫我这偌济钱买，我这偌济做人唔能较悬调，爱较低调咧。莫一直臭屁，一直请烟，你这款叫做人心肝牛腹肚。拍花过来。来，请，小彬彬先生请进。来，方才有讲到2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“破面摊浸水鹅”，冇听过吼？上面是摊。摊就亲像蛤蟆吼，拿迄种有壳的海产啊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听下吼。海产嘛。来，要第一句“破面摊浸水鹅”，请举手。一票。应该是。老师，我是感觉讲伊是铺面，就是讲伊表面加做足有钱的，啊浸水就是伫下骹嘛。我是有诶，浸水伫下骹，就是讲伊实在是无钱。顶悬铺水，其实内底无啥。对啦，好讲对啦。啊，恁这边一定是经济人心肝牛腹肚，结啦，为咩？是甲人就是不满足。不足，人心不足，蛇吞枪。对，人心不足，蛇吞枪，种感觉。不懂得珍惜满足，安尼。第一句吼，破面摊浸水鹅，迄而家用较好的摆喺顶头，啊，其实下骹拢凹凹槽槽。哦。就讲重表面的功夫啦，啊，若浸水鹅咧，
要卖蚵仔进前讲泡水吼，啊，肝片那边有较大，碰较大了，较大面安尼，啊，其实搞迄个外表无内在啦，所以有时候这较唔好，就讲听到要人请啊，讲哦，我做有钱，其实你连食泡面钱都无，你咧偌有钱，吼，所以无需要安尼。啊，若牛心肝，人心肝牛巴肚，心肝细细个啊，你何物可想讲吼牛巴肚遮尔大咧？毋敢若照内底来看起来，伊是讲你安那？你水头水面烂尻川啦吼，你穿个2-3万，啊鞋仔嘛2-3万，啊其实你连食泡面，啊甚至包红包共包800尔，我破坏行情价。所以就是讲这种物件就是啥，你重视外表，哦，所以咱讲做人爱好内在，下分满腹内，才有水伫摸菜，人水伫内在，所以人重外表爱重内在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铺面摊浸水鹅。好厉害，厉害的，一记我来这对就对啊。对。好来，不管对唔对，了解两句意思来拍鼓励，感谢。